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9号在家会族要分享的是正版的上帝。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2章1到20节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有一天将有以正义掌权的国王和公平治国的领袖出现。以赛亚书32章第1节。经文在描述预言主要掌权，公义的君王要除去人心的遮蔽，是非不再颠倒。另外，先知预言1年后耶路撒冷将遭遇灾难，可能是指亚述王西拿基立要来攻打。最后预言荒凉之后，上帝要给他们有复兴。先知以赛亚预言将出现一位公义的君王，他要保护供应他的子民，让子民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成为高尚的人。当公义的君王掌权时，他要保护供应他的子民，他的子民能够专一的看该看的，听该听的，能够了解正确的知识，也能够传达出去。这样社会中就不会有人把愚昧者、坏蛋当成高尚的人，而真正的高尚者则是会因为高尚的事站立得住。先知继续对耶路撒冷妇女发出预言说，犹大即将遭遇灾难，但后来弥赛亚国度将带来平安，带来平稳。当时的人们安逸，没有忧虑，但其实在他们前面等候他们的是审判、荒凉、毁坏。但先知说，如果人愿意回转归向上帝，上帝还是会广施赦免怜悯。先知要宣告百姓并非要永远活在祸患之中，因为上帝的圣灵能够扭转人的心，因而会带来一个新的时代。他要除灭邪恶的权势，在这新的时代化腐朽为神奇，使没有生命气息的旷野变成良田茂林。到时候人们会接受公义君王的治理，社会要变成公平、平安、平静、安稳，可以成为百姓的安歇之所。这时候他们可以真正享受到上帝所应许的福乐人生。我们来默想平安、平稳、公义，这个是上帝国、弥赛亚国度的特征。那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看到这3个特质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使我们在地上得以看见你公义的彰显，并赐下你的平安、平稳给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